香港太少地啊。即係每個人用到嘅位都少咗咯。買屋難啊，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其實我都3年幾嘅，希望政府到時可以安排到是但一間屋俾我住，我都滿意。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嘅經濟隨住工業化快速增長嘅呢個時期，旺角嘅夜市同埋購物區都開始受到廣泛歡迎。女人街、金魚街、旺中等等都成為咗香港嘅文化代表之一。因為佢主要係食嘢購物地方，相比其他可能住宅區。即係冇啊，即係好多店鋪咯，係啦，好多嘢行啦。去到21世紀，旺角依然係香港最受歡迎嘅地區之一。然而，隨住過度城市化同埋人口密度嘅上升，旺角亦都面臨着房屋唔夠同埋生活成本高昂嘅挑戰。貧富差距都幾大，即係尤其是後面即係有啲山都好彷徨，好擔心，因為我都露宿過，露宿嗰啲滋味係好痛苦嘅。望下，咦，女性嚟㗎，揾隻腳撩下你，你會好驚。我都遇過啲咁嘅情況㗎，好驚㗎嘛。喺企業旺盛嘅香港，究竟係啲乜嘢令到佢哋一直以嚟淨係可以喺肥水流田嘅濕腳位生存？近年嚟，旺角除咗人口膨脹之外，貧富懸殊亦都係衍生房屋問題嘅主要因素之一。我哋今日有幸可以邀請到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O 從事多年嘅義工，為我哋分享佢對於呢個問題嘅見解。即係其實長者貧窮喺香港都係好嚴重。其實我哋呢一間房咧，就係針對個對象係老人家。咁啊，大家啱啱行上嚟嘅時候，大家年青力壯，一定唔會喘氣啦。行樓梯，區區嘅2層。但係咧，我哋去唐樓咧冇 lift 咧，係可以去到7至8層，仲要未計天台屋。日日咧放工翻工係行10層。我哋可以睇下啲牌啦，即係個長命樓梯仲可以唔知行到幾耐啦。嗰個叫噪音問題咧，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同對面房咧真實嘅板間房都係咁，因為佢要懶係有透到啲空氣同陽光過嚟。對面開燈或者我哋呢度開燈咁樣傾偈咧，對面會聽得一清二楚。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長者貧窮喺香港都係好嚴重啊。咁所以佢哋係租呢啲板間房會有呢啲嘅問題啦。同埋我哋有個老，咁但係其實如果有得住大啲，邊個唔想住大啲啊？咁如果你唔係一個籠入邊嘅話咧，其實你都講緊要2100至2800啦，即係如果你住下邊，或者你衣櫃床位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其實就變相咗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啲社會保障嗰邊討論嘅方向啦，甚至可能佢衍生出嘅一啲木蝨嘅問題。仲未計板間房同劏房會濫收水電費，其實香港係冇立法嘅，即係佢講咗好耐話要唔要立法嘅，但係冇立嘅。即係啱啱我哋琴婆婆咧，佢琴嗰個劏房嗰個位咧，其實佢話佢嗰啲傢俬全部都勁夠嘅冷氣啦，跟住但係佢最尾係收咗佢差唔多2個人1000蚊電費咯，係之前係冇咁貴嘅。跟住咧業主咧就話：哇，買咗個電錶，都我幫佢換嗰啲電器啦，跟住點知換嗰啲電器係啲好食電嗰啲電器，咁所以佢就會咁樣去掠你數。其實香港無論係話房租係 housing point 或者其實啲水電費呢啲咧，其實係完全係冇立法，係冇保障到一個租戶。係咪都會有啲劏房？因為我附近我住嘅都係偏舊比較多劏房啦。旺角係一堆無家可歸嘅人聚居嘅地方，究竟佢哋幾時先可以逃離劏房嘅命運？會咁樣去掠你數，
係我哋好多嘅街坊，其實佢哋住喺呢啲我哋叫不適切居所咧，佢哋冇陽光啊、冇空氣啊嘅話咧，其實佢哋好多都會有情緒嘅問題，處理唔到喎，抑鬱啦，病啦真係，成日都諗唔開嘅，成日都想死嘅，好痛苦嗰啲時間。係咯，嗰啲淨係放一張床之後出唔到啊，放張床出唔到，有個洗手間嘅，一樣係有個洗手間嘅。喺香港呢個物價已經咁高嘅地區，就算連劏房嘅樓價都節節上升，究竟仲有幾多人可以成功上車，為自己保障到一個安全嘅家呢？得幾條罅仔嘅呼吸空間，就連掛衫都要喺同一個床位嗰度進行，根本就冇位擺自己嘅嘢，冇位去活出屬於自己嘅生活。旺角點解有旺角呢個名呢？就因為佢好旺啊嘛。可能你會上到上面條行人天橋，你會見到好多佢哋會喺度聚集。旺角確實係一個好煩、人煙稠密嘅地方。覺得呢度好擠迫，係啦，好擠迫。人山人海嘅旺角，一日逼過一日，因為有外地移民，亦都因為樓價低，所以永遠都係最多人聚集嘅地方。但係旺角嘅擠迫究竟造成咗咩嘅問題呢？佢好嘈咯，我見到好多唐樓都係喺馬路隔離㗎嘛，咁可能會影響到嗰啲人嘅住嘅地方。對比其他地方嚟講，你會覺得呢度係比較 crowded 啲咯。但你喺度，其實你望出去，其實基本上就係密不透風，一間屋接住一間屋咁樣咯。就反而就真係可能講緊土地問題啦，越嚟越多人要係住喺劏房啦，反而係可能越少人買，會少人買咯，同埋亦都證明咗其實香港樓價又貴，亦都係好多人係冇得 afford 起呢個價錢去住咯。住波濤洶湧嘅人流喺旺角嗰度穿梭，不禁會為我哋嘅未來所擔憂。喺香港呢個人多地少嘅地方入邊，究竟幾時先可以喺兩者入邊揾到個平衡呢？可能政府一啲嘅政策係咪真係可以好幫到佢哋，或者佢哋幫到有幾多成？即係大概幫唔到啲乜嘢？如果佢幫到我咩屋俾我，我都住都好啊，都冇嘅。佢真係幫唔到咩嘢。成日都人哋申請地方咧，成日申請咧，成日都未得嘅。政府嘅公共房屋及資助置業計劃係為一啲冇能力租住自己屋企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個家，但係因為供應量有限，抽中嘅機會好渺茫。大力啲做下呢啲嘢，用力啲做下呢方面嘢，最緊要係住嘅問題嘅，所有人都係啊。
政府嘅政策多多少少都有一啲問題，而呢一啲問題令到無家者衍生更大嘅煩惱。佢仲有啊，佢而家咧咁樣嘅，佢好得意嘅。佢咧就講咗咧，劏房咧，佢淨係講劏房喎，淨係改變劏房。以後咧就唔整劏房噶啦，我哋要改變，倒設劏房。我哋要嗰啲房咧要8平方嘅尺數要有8平方嘅平均，跟住高度咧要超過2米嘅，要每間房都有個窗嘅。咁人哋啲業主成間屋裏面個個都有窗，冇可能嘅，個個房都有窗冇可能。好似我而家住呢間房就冇窗啦，中間啲房實係冇窗嘅，冇可能間間有窗嘅。咁如果你間間有窗，好簡單啫，佢咪成間屋咪淨係可以有窗嘅地方先至做房啦。咁人哋你間房就規定要8平方，佢咪大啲咯。咁都得㗎，你政府規定咁，佢都得㗎。不過到時啲租，你話人哋會要係咪要好高嘅租啊？咁當然要高啦，你地方又要大又有窗，人哋梗係要成間屋間得好少，個錢就要好貴喎。人哋租8000蚊出去，邊個人住得起先？住唔起嗰啲人，咁咪冇得住呢啲房啦。咁咪更加慘咯，啲人更加慘。你改咗嗰樣係住唔起㗎，正常㗎啦。明明都住得起嘅，勉勉強強嘅，都到時就變咗住唔起之後，變咗仲更加差啦，跌落去更差，跌落去住床位、住籠屋又係好差好慘噶嘛，一個情況。封閉自己嘅好多，咁我就冇主意咁樣，我係女性嘛，梗係希望有人幫到我，唔好喺街度流離失所啦，好唔方便噶。旺角係香港嘅縮影，繁華背後隱藏住好多嘅挑戰。人口過多嘅問題唔單止影響居民嘅生活品質，亦都對城市嘅可持續發展提出咗考驗。未來香港需要喺發展同埋宜居之間揾到一個平衡，讓我哋呢個城市繼續繁榮，同時為居民提供一個更好嘅生活。